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15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21天。前线总共记录188次战斗。俄军在苏梅的进攻再次尝到失败。在进攻中俄军被乌军的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连续打击尸横遍野。俄军军心涣散，拒绝作战的投降的俄军越来越多。昨天，一支乌克兰部队在苏梅州俘虏了12名俄兵，因为损失太过惨重，连俄军军官都开始当逃兵，许多俄军军官开始从前线逃跑，躲到后方，尤其是南部战区，高达45%的俄军军官优先选择待在后方，让士兵送死，因为害怕乌军的无人机。连泽连斯基都说他说苏梅地区的局势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他们想兜售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的成功，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成功，川普总统宁愿用制裁来施压他们。本周他们向苏梅方向推进了200米，就是俄军在苏梅前进了200米，而我们也就是乌军则将他们击退了200到400米。所有正面空袭中，23%的炸弹都落在了苏梅方向，其中大部分是炸弹和北韩的飞弹，数量惊人，也就说明这个俄乌双方在苏梅州的这个战斗是非常激烈6月21日，俄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州发动进攻，但并未取得进展。6月20号到21号，俄军袭击了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进攻了特特金诺附近叫格鲁什科沃西南部以及格鲁什科沃方向。乌克兰和俄罗斯消息来源均未报道6月21日比尔格莱德州有地面活动。6月21日，俄军继续向苏梅方向发动进攻，但未取得任何确认的进展。这是俄罗斯的军事博主说的一位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夺回了安德列夫卡，也就是苏梅市以北泽连斯基也说6月21日，52000名俄军正在向苏梅方向发动进攻。我们看看这个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他是怎么说的谢尔斯基6月22日在会见媒体记者时表示乌军目前控制着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地区叫格卢什科沃斯基区约90平方公里的。你看这是人家乌军的总司令说的控制库尔斯克地区也不多就90平方公里。他说我们在库尔斯克行动歼灭了近6.3万名俄罗斯士兵，加上朝鲜人，总共大约歼敌7万名。这使我们能够缓解敌人在主要进攻方向的压力，从而有可能重新集结部队。自2024年9月以来，敌人不断宣布占领了波克罗夫斯克，但至今尚未发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在库尔斯克的行动。这个是迄今为止乌克兰官方就是总司令再一次宣布乌军还在库尔斯克。泽连斯基会见布达诺夫后宣布将对俄罗斯发动新一轮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侵略国的主要痛点，也就是俄罗斯的痛点并将根据这些情报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以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同时大幅削弱俄罗斯的潜力。此前，泽连斯基与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举行了会晤咱们一直说这个乌克兰的安全局发动了蛛网行动，搞得有声有色给俄罗斯造成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乌克兰的情报局开始表演了。这个布达诺夫是个狠角色不是泛泛之辈所以说接下来很有可能在俄罗斯国内又要上演帽子戏法。这个布达诺夫一动五夫一娃夜不能寐。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一处军事训练场夜间遭袭，初步报告显示该地点为俄军突击部队训练场所，目前伤亡情况还不得而知，也待进一步核实这个训练场遭袭恐怕这个损失小不了乌军的袭击导致俄罗斯最大军工厂之一停产。据电报频道援引图拉州内部消息报道，在经历了2次无人机袭击后俄罗斯领先的国防企业俄罗斯联邦仪器设计局已全面停产。据称，这2次袭击是由乌克兰武装部队发起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6月18日，当时有5架无人机击中该厂区的多个目标，引发400平方米的大火，被摧毁的包括一座变电站、3个产品仓库和一栋行政楼。第2次袭击发生在6月20日凌晨，一架无人机击中一个用于装载成品的机库，造成屋顶和墙体受损。这2轮打击导致整个工厂的运作被全面终止。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在图拉州击落了3架无人机。
但并未提及任何命中或后果。据公开资料显示该厂是一家研发陆军、海军和空天军使用高精度制导武器、防空系统、高射速火炮和小型武器的项目与设计局，也生产部分民用产品。设计局隶属于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这家俄罗斯最大的军工厂已经停产了，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这很难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说从白俄罗斯发动攻势的可能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自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无人机已给俄罗斯联邦造成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损失。我们正在接收现代化轻型飞机，以击落沙赫德无人机。希尔斯基还说乌军防御攻势正根据现代战争条件进行调整。他说在俄全面入侵初期修建的大型据点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小型、更分散的阵地，比如排级阵地，甚至是个别战壕，也是所谓的狐狸洞。他说任何防御攻势只有在由我方军队驻守时才真正有效。若阵地没有士兵或人数过少，比如一个建设良好的据点里只有2-3名士兵，那这个阵地就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希尔斯基说第一道防线由军人自行建设，第二道由工兵部队与国家特种运输局修建，第三道即永久性防线则由各州军事管理局负责，也就是乌军的多层防御体系昨天泽连斯基又发视频向乌克兰人民讲话。泽连斯基说他说鉴于俄罗斯刽子手们的坦率，这个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什么金融论坛上说俄罗斯士兵脚步所到的地方都是俄罗斯领土，俄罗斯不打算让乌克兰全面投降只需要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是俄罗斯的，抢到手的那都是俄罗斯的。所以这个泽连斯基说的也比较有意思他说鉴于俄罗斯刽子手们的坦率，确实够坦率的不装。他们宣称他们不会停止，我们在乌克兰做出了一系列新的决定。他说首先我们将采取新的国际措施，对俄罗斯实施真正切实的国际制裁。他说我们了解每一个国际制裁的目标，我已指示于全球企业界，特别是与那些维护俄罗斯能源和国防工业与世界联系的企业界单独合作。我们还在加强乌克兰的所有制裁工作。第二个，我们将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各类型的无人机，从深度打击到现在前线，提供针对俄罗斯步兵的特殊保护。第三个，他说我们将调整一些人事安排，特别是在乌克兰外交部门以及机构管理方面努力，旨在提升乌克兰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乌克兰内部稳定方面的潜力。总之这个乌克兰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关于阵亡士兵的遗体交换，这个俄罗斯人是做足了文章把这个变成一个宣传，一个攻心战。首先是说乌克兰拒绝接收这些遗体，然后又说这乌克兰害怕赔偿，害怕这个害怕那个，害怕暴露了这个伤亡人数等等。结果人家乌克兰解释是每一具尸体他都要进行核对，确认是乌克兰的士兵。结果俄罗斯提供的那些阵亡士兵的遗体乌克兰都接收了。结果这个乌克兰内政部就负责遗体接收的这部门今天报告，他说尸体在交换中被调换，内政部确认了以乌克兰人身份返回的占领者的尸体。泽连斯基他也表示他说在交换双方冲突阵亡士兵尸体后，经过鉴定发现有20多具尸体为俄军士兵或者是期望发财的雇佣军，至今有的人身上还有俄护照等证件，后续可能还有。他说这种事情已不是首次，如果不是乌克兰详细检查，那些入侵者恐怕都死无对证。也就是俄军他是按照尸体来给这个补偿的，如果死不见尸那就报失踪的话他就不给你补偿。那俄罗斯把自己的这个士兵的遗体送到乌克兰来，还有一些雇佣军的也送到乌克兰来，那没有遗体俄军就不用补偿。内政部表示恬不知耻是无止境的，俄罗斯正在将死者遗体的遣返变成操纵和施压的工具，敌人故意让我们难以辨认，制造混乱，将俄罗斯士兵的尸体与乌克兰人的尸体混在一起。是的，我们掌握了事实，我们有这些祖国不需要的士兵和军官的名字，目前已经找到了20多具尸体。乌克兰的 FPV 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州的莫洛
昌斯克市位于托克马克市西郊附近的一辆燃料列车，该列车距离前线约40公里。这并不是乌克兰第一次使用小型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州的俄罗斯铁路列车。1个月前，该市邻近的新波格达尼夫卡村附近的一列火车就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这个我们在2年前就说过了啊。这个扎波罗热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个大陆桥啊，乌军啊在2023年发动夏季攻势啊，本来就是要切断这个大陆桥，要占领那个梅利托波尔。那个梅利托波尔就是一个铁路交通枢纽。那现在这个乌军的反攻啊，显然失败了。但是啊，他也可以不通过占领，对吧？把那个俄军赶走。他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海马斯或者是陆军战术导弹、风暴阴影导弹啊，甚至这个金牛座或者是乌克兰自己开发的海王星，对这个扎波罗热这个铁路线呢进行覆盖啊。现在又有了帮手啊，就是无人机，对吧？这个咱们2年前就说了啊，就乌军通过无人机啊，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就在铁路线上，见一辆火车就炸一辆。这个目前啊，俄罗斯对这个火车头啊，它都很难生产出来，因为受到美西方的制裁，它这些零部件都要从德国进口。你看看啊，现在媒体报道，乌军就用这个 FPV 无人机啊，就炸这个扎波罗热州这些铁路。炸铁路啊，无人机炸铁路，你一炸坏，它很快就修好。铁路对俄罗斯人来说不是问题，好修。但是你炸它的火车头啊，这个就让俄罗斯人难受了，他没有办法补充啊。这个泽连斯基说啊，他说俄罗斯的密集打击未能摧毁任何一套爱国者系统。乌克兰机动小组击落1/3的沙赫德尔无人机，也就是俄军啊打到现在连一套爱国者系统都没有摧毁，这个也很厉害啊。泽连斯基指出啊，乌军的机动火力小组早已弃用机枪，改用其他武器。他还表示啊，乌克兰已经开始使用本国制造的无人机拦截器，德国将提供相关资金支持。他说我们已经开始使用拦截器，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很早就开始推动这个项目。乌克兰有4家公司在生产这类装备，其中2家非常成功。就在今天的袭击中，几十架俄军无人机被这些拦截器击落。我们不再只是谈几架而已，我们清楚这是我们自己的工具，而且它确实有效。也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你俄军的沙赫德无人机低慢小，人家乌军啊，乌克兰啊，在美西方的帮助下，他已经开发出这种轻型的飞机，专门打这个低慢小目标。他不是用那个高射机枪啊，那什么防空导弹去打，他是用飞机，这个也很厉害啊，用飞机去追这个拦截器啊。这就是战场的一些情况。目前双方的战线变化不是很大。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挪威的国防部长访问基辅，并与泽连斯基啊进行会晤。泽连斯基说啊，他说我很高兴欢迎挪威国防部长桑德维克首次访问乌克兰。这个挪威很厉害啊，我看过一个数字啊，如果按人均援助乌克兰的话，挪威是排第1的。挪威好像还不是欧盟国家。泽连斯基说啊，我们讨论了持续的防务合作，重点是联合生产和投资乌克兰的武器制造，以及加强我们防空和作战航空能力。挪威的 F-16战斗机和 NASAMS 防空导弹系统是保卫我们领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珍视这种支持，并希望获得更多系统。我感谢挪威国防部长、首相和人民对乌克兰提供的坚定而大量的军事支持，今年已增至70亿美元。乌克兰真切感受到挪威可靠的援助之手，并对此深表感谢。挪威人口才多少，对吧？直接今年就援助乌克兰70亿美元，那这个在援乌上面啊，这也算得上是重量级大哥啊。这个所以泽连斯基啊，21号他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啊，乌克兰已经为其国防工业积累了43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当地资金和盟友的援助，用于增加无人机、火炮和其他武器的生产和采购。基辅还启动了与乌克兰一起建设的项目，并宣布将于今年夏天签署新的协议，包括在欧洲国家开设生产线。泽连斯基在基辅对记者说我们将提供相关技术，并在他们国家为我们和他们生产武器。你说越玩花样越多啊，也就是乌克兰人出技术，在别的国家去生产武器，那你说俄罗斯还不敢去炸？你比如说去罗马尼亚，比如说去捷克，乌克兰去，对吧？生产无人机啊，你看啊，这个包括无人机、导弹，可能还有火炮。在乌克兰建工厂容易挨这个俄罗斯的炸，那如果在欧洲国家，对吧？罗马尼亚这一国家，捷克在那儿生产，普京是敢怒不敢言，对吧？望尘莫及啊。这个路透社消息啊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友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25%用于增强乌克兰的国防生产能力。报道称，泽连斯基总统呼吁乌克兰的西方伙伴拨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帮助基辅扩大武器生产。那么泽连斯基这个要求过分吗？考虑到乌克兰是欧洲的一个屏障啊，乌克兰赢就是欧洲赢，对吧？乌克兰安全了就是欧洲安全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泽连斯基啊这个要求不过分，某种程度上他就是在保卫欧洲啊。泽连斯基说啊，80年前世界战胜了纳粹，并发誓绝不让纳粹重蹈覆辙，但今天俄罗斯却在重复纳粹的罪行，大规模埋葬平民，折磨囚犯，绑架儿童，摧毁城市。今天乌克兰人正以我们祖先战胜纳粹主义的勇气与鲁莽主义做斗争，因为这是一场为了人类本质的斗争，为了自由、尊严和正义。所以说啊，首先欧洲援助乌克兰，这是天经地义啊，这绝不是乌克兰一个国家的事情，其他的国家也应该啊逐渐的要加入到对乌克兰的援助当中啊。很多人觉得啊，乌克兰的输赢跟咱们没关系，尤其是跟世界其他地方，什么南方国家啊，什么这个国家那个国家没有关系。实际上不是啊，乌克兰战争啊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乌克兰啊，它听从了主要国家，对吧？比如英法、美国、俄罗斯召唤，人家放弃了核武器，签订这个布达佩斯备忘录，主流国家、主要国家对乌克兰也做出了承诺。结果这么一个主权国家悍然啊遭到了俄罗斯的侵略，俄罗斯还是承诺国之一啊，借口就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所有人都知道啊，由于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人一直不予承认，包括全世界啊其他主流国家都不承认。在有领土争端的情况下，乌克兰是不可能够加入北约的。但是啊，普京就用这么一个拙劣的借口要侵略乌克兰，这关乎道义，关乎契约精神，对吧？关乎这个人类啊是不是在迈向文明，还是在退向这个野蛮。如果俄罗斯赢了，那就是这个社会啊，人类社会实际上迈向野蛮战胜文明。如果野蛮战胜了文明，迟早有一天呢，你或者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后代就要面对这样的流氓，对吧？你现在可以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吧？你关心你的鸡蛋，关心你的这个工作，你认为这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啊，一旦这个邪恶战胜正义啊，你迟早有一天也会受到这个邪恶的这个困扰。你侥幸能躲过，你的孩子呢？你的后代？美国调查委员会日前正式宣布，美国及其盟友援助乌克兰的所有物资和武器，并未发现任何违规行为。这个几个月前呢，对吧？特朗普、马斯克，对吧？这个小集体、小团伙，当然了，主要是俄罗斯，他们一直在污蔑乌克兰人，污蔑泽连斯基，把美国、把欧洲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啊卖到黑社会、卖到黑市、卖到非洲，对吧？这种谣言实际上都是俄罗斯啊放的。但是这个特朗普啊，他们小集团选择了相信。那现在呢，美国的调查委员会啊已经宣布了调查结论，就是盟友援助乌克兰的所有物资和武器没有什么违规行为。那有人就说了，那为什么这个什么非洲啊、南美啊都出现了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呢？这个很简单，战场上有胜有负，对吧？乌军啊，如果撤退的时候，他有些武器他带不走，或者就被俄军缴获，那俄军拿去卖的，这不很正常吗？但这个不会是大规模的，不会是批量的，肯定有。所以说在非洲恐怕你能看到这个标枪导弹了，对吧？你不能说在战场上啊，在什么非洲或者在南美洲你看到的援乌的一些武器，单兵武器啊，你就说那个是乌克兰人卖的，这是两码事啊。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啊，这个旁观者报啊，他报道啊说啊，普京是否已经将俄罗斯经济推向了极限？他这文章这么说的啊，他说普京曾吹嘘俄罗斯经济连续2年实现了4.3%的成长，这个 GDP 啊增速是4.3%。你想欧洲都在是零增长还是负增长，俄罗斯居然是4.3%的增长。但现在数据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可以说这场盛宴已经结束，是时候加强对莫斯科的制裁了。在巨额预算支出的刺激下，经济增长导致家庭收入出现近20年来最大幅度的增长，这使得生产和劳动能力达到极限，并将通胀推高至2位数。央行试图以创纪录的高基准利率来控制通胀，利息是20%了嘛？如今俄罗斯过热的经济终于开始降温，今年第1季度俄罗斯 GDP 增长放缓至1.4%，年增长率相对较低，为2年多来最低水平。
水平，与上一季相比，1到3月商业活动萎缩 1.2%， 所有指标都显示经济将进一步下滑。要不然俄罗斯的央行行长那个女行长，对吧？这个急得出来喊话呀，说即使在苏联5年计划的热情推动下，一直保持2位数增长的制造业，4月也萎缩至仅 3%， 为2023年3月以来最低增速，5月同比增长仅为 2%。 这一点尤其具有说明意义，因为制造业涵盖了从坦克到靴子的所有产品，而这些产品都是由普京的战争机器所消耗的，也就是这些产品都在乌克兰战场上给它炸掉了。预算开始敲响警钟，5月预算赤字较年初扩大了2000亿卢布，大概25亿美元啊，达到433亿美元，约占 GDP 的 1.5%。预算赤字啊，缺口就这么大。受全球油价下跌影响，俄罗斯长期以来主要收入来源碳氢化合物收入，也就是能源收入啊，在今年前5个月下降了 14.4%， 其中5月下降幅度达到 35%。所以说啊，这个伊朗的一声炮响给普京送来了温暖，伊朗的一声炮响给普京送来了支票。哎，这个油价涨了吗？油价一涨，谁最开心啊？普京啊。金融时报报道啊，他说盟友已辜负，普京未能吸引西方公司参加圣彼得堡论坛。这确实啊，那个普京啊参加这个圣彼得堡论坛上面重量级的面孔啊，都是无上限，对吧？2个印度，反正都是去占便宜的，看什么便宜薅点。据金融时报报道啊，说俄罗斯统治者普京本周末未能吸引任何西方公司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该报消息所称啊，即使是俄罗斯的盟友国家，也仅派遣了低级别的官员和商界代表前往论坛。说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尼西亚，其总统亲自出席了活动。这个印尼最近啊，跟那个俄罗斯打得火热，就是绍伊古啊跑到印尼去访问，然后印尼又跑到这个俄罗斯，对吧？印尼的总统，实际上印尼有自己的小算盘。金融时报指出啊，他说正因战争引发的国际谴责及对西方反应的担忧，使得许多莫斯科的盟友对出席该活动保持距离。这个当然就包括大国啊，大国派了个副总理啊。根据官方议程，俄罗斯50位最富有的人士中，仅6人现身此次论坛，另有几位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的亲属出席，也就是俄罗斯的民间有钱人也不参加。你说这个所谓的国际论坛，那不就是自弹自唱吗？自娱自乐，请人来吃席，人家都不来。没有人谈论任何投资问题，毕竟在当前的形势下，即战争制裁、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通胀，谁敢在俄罗斯投资？论坛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向普京展示经济，并未陷入停滞，大家都在正常开展业务，享受良好时光。尽管克里姆林宫声称一些西方投资者在未来制裁解除后愿意重返俄罗斯，并已表现出兴趣，但俄官员在周三承认，目前尚未有任何一位投资者迈出实际步伐。所以说啊，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啊正在走向崩溃啊。这个泽连斯基啊，周6啊还呼吁，他公开讲话，呼吁西方对俄罗斯国防工业机床供应商实施制裁。他表示啊，俄罗斯计划为国防工业采购860台高精度机床，这些机床来自大国德国、捷克共和国、韩国和日本50多家公司提供。乌克兰已向其合作伙伴提交了这些公司的名单，并呼吁立即对其进行制裁。泽连斯基强调啊，属的机器都是远程控制，这使得相关公司能够通过技术手段使其失效，从而停止俄罗斯的武器生产。大家想象一下啊，在俄罗斯的军工厂里，对吧？机器声啊彻夜响个不停，一片忙碌。结果突然呢，所有的机器不动了，俄罗斯的工程技术人员，对吧？抓耳挠腮啊，百思不得。我记得这个车臣的抖音部队在乌克兰把乌克兰的农场主的那些收割机啊，给偷回去了，开到了车臣。这个有媒体报道，结果那些收割机啊都是可以远程锁定的啊。正当这些车臣人开着收割机准备使用的时候，被人家锁了。每加大一次啊对俄罗斯制裁的力度，就相当于往这个大鹅身上扔一根稻草，对吧？最后是哪根稻草把它压垮的，这不太好说。但是只要这么扔下去，它总会垮。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